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福气来来嘅节目。今日老大家咧讲嘛，家咧讲零咖比哦，有啲人咪讲哇，我人因冇零咖比做唔得，完全冇进行。啊，有啲人讲零咖比其实对身体有好处，有啲人讲零咖比可能会有坏处。到底係用因零，像做啲咧，今日要強到營養師來到節目地度啦，大家嚟分享，大家嚟分享佢係你土港診所嘅營養師梅記分享。嘿，大家好，我係土港聯合診所營養師傅梅記。分享哦，哇，真的今日真歡喜做啲有請你來到鴉片同大家嚟分享吼，喝咖啡咖比呀件事情吼，公司採訪吼，以前大家會知道，喝咖啡好像是外國人的事情，對，不過哈。在台灣也是亞洲，其實好像每個人都普遍，每天都當一堆零咖比。問一下營養師，你本身有零咖比冇？有哈。係我當日差唔多我有啉一杯左右。黑咖啡，大家講黑咖啡無咖比，沒有加糖，冇加糖。有時候我加牛奶。哦，加牛奶，呵呵，還有下真嘅，你看到廣告也青島，就會同大家嚟分享講，哎呀，下午茶嘅時節同大家嚟零咖比，不過根本嘅第一個問題我嚟講嘅時節，係嘛？家咧講嘅問題係喝咖啡做對提神嘛？係，好，喝咖啡提神吼，有一個問題法，應該就先都講一個較簡單嘅體內生化作用好嘅。一般來講，因為係講上酸冇加，然後體內啲都會分泌一種嗰腺苷酸一種嘅物質，佢會留嘅受體叫腺苷酸2A，留佢結合，吼，嗰樣都會叫嘅降低叫嘅心跳嘅速率，都會慢慢咧有鎮靜嘅效果，都會開始上個睡夢。咁我係講啉咖啡過後呢，叫嘅咖啡因咧嘅結構，留腺苷酸咧叫嘅結構上個動槍，故所佢會叫嘅本嘅。腺苷酸2A 用去結合，咁個咖啡因結合落去過後，佢唔會有發揮像腺苷酸嘅咁嘅鎮定嘅效果。個故所流等嘢食落去過後，佢唔會上個睡夢。跟而家講到嘅腺苷酸聽到腺苷酸，佢冇本意用個結合代謝過後，佢會去用個對人的腎上腺去叫發出訊號，腎上腺激素都會開始分泌出來，佢都會開始有下叫個下警覺性。到古時候流等人食完後，叫個咖啡過後，佢會識當有精神，唔會上睡夢嘅一種叫個症狀出來。我知道青島嘅人喝咖啡嘅時節係一種嘅習慣。比如講，我以前有啲同學哦，佢可能喺下晝1點呀2點嘅時節有冇？佢會知道講我清爽嘅睡夢有冇？佢會知道講我聽出來一杯咖啡。不過他一喝咖啡嘅時節，才喝下去可能5秒5秒喝下去，第一口喝下去就知道啊。哎呀，有精神的，我就知道有沒有一些誇張，有冇貼嘅？不過佢係一種感覺，所以有時候我知道心理作用，對不對？希望有心理嘅作用。不過有一件事情，聽說有青島嘅鄉親朋友上來問係乜嘅事情呢？就會講，有一些人會知道講喝咖啡嘅時節，因為有提神嘅效果嘛，跟下營養師也有講，因為就是那個腺苷，你講腺苷酸嘅關係。如果有青島人會講我做唔得零咖啡哦，因為我下晝頭零咖啡哦，也5點鐘嘅哦，我暗晡也會睡唔停。對，係唔係也係按樣嘅關係？就係腺苷酸嘅影響。對，因為講嘅，而家一般來講，喺家食啉咖啡過後，暗晡頭會睡唔停嘅人嘅話，都建議下晝頭3點以前都要留咖啡食完，因為正常咖啡因咧嘅講代謝時間差唔多3點鐘到4點鐘嘅時間，不過也含咧代謝嘅時間咧用，因為個人而有差異。故所呢，一般來講，喺家有暗晡頭會有難以入睡嗰種情形嘅話，吼，佢盡量都係下晝頭3點以後都冇再食咖啡。故所人
长期来其实係看大家人嘅體質冇共用，因為像愛哦。愛啉咖啡，愛完全唔會有水唔摕嘅問題。不過我愛嘅朋友就要按容易，比如講5點人嘅時間，大家下午茶好像要結束嘅，有冇？暗晡也11點嘅時間，其實哇精神還很好呢。想講水唔摕，咁愛就會想啊，5點嘅時間喝咖啡，要下11點6點鐘高興，還會有。按個情形，對，愛都係一種誒，我說也係真勁誒，哈，這就是大家講誒，你對按有咖啡因嘅代謝嘅速度冇用，這沒有好壞吧？有好壞，其實沒有本身叫記下種，你看剛剛有講到咖啡受體嘅問題嘛，哈，叫接受體嘅問題，其實之後當到研究出來講，其實咖啡受體有分幾下種，一般來講吧，都像家講到像愛一種人嘅話，都會講食完咖啡較冇叫佢嘅代謝嘅時間冇較久嘅話，一般來講佢叫嘅腺苷酸2A 叫嘅也個受體話，佢係屬於 CC 型到 CT 型嘅，迄個像主持人嘅話也叫可能係屬於 TT 型，係佢也種係講佢食咖啡落去嘅話，佢叫嘅咖啡因唔可以去留叫腺苷酸去衝擊到佢嘅受體，冇安排嘅作用，冇安排作用，故所佢食飯講含你胸款係繼續做啲水母，真嘅係按容易，因為你吃晚餐嘅時間，暗晡夜嘅迄個你是嘅比如你吃。較好嘅料理嘅時間，吃完之後，你還會落一杯咖啡，我完全冇感覺。11點嘅時間就會睡冇咧，所以講說每個人體質不一樣，肯定有差。該講到歐美人士咧，歐美人士嘅話，要加老嘢嚟講嘅腺苷酸2A 受體有冇強款量，也清楚嘅係，人家就講嘅代謝藥物代謝，人家身體點都有個有種叫嘅藥物代謝，有多賽托克。P450一種系統哈，一種系統把清楚嘅去藥嘅代謝哈。咁個其實講啊都有研究發現講，其實佢其中有一部分163A 有163C 也不同嘅講嘅形態，好也剪輯不同嘅形態。個佢都發現講，講歐美人士嘅話，大部分咧屬於163A 一種形態。係，而家到東方嘅亞洲人，佢喺大部分咧變像係163C 啊形態，一163C 啊形態用嘅亞洲人咧，佢對咖啡因嘅耐受性冇咁好，故所佢嘅代謝時間都較長。故所真嘅哦，有一些人哦，其實太講到歐美人士，其實也是體質的問題。講到係歐美是亞洲人要強用吼，就像美姿欣賞鴉片，佢可能你3點高係好似做唔得零咖啡，因為人嘅樣用較大嘛吼。唔過講到鴉片大家就會說，其實大家講哇喝咖啡零咖啡，有真的輕正面嘅影響。其實喝咖啡真的太多的文獻報道，而且講到真的，而且有不同的說法哦，有某種嘅講法，唔過佢還是有一些正面的功能，錯冇？有哈，比如講大家來看一下。預防當做種嘅癌症嘅話，清楚嘅都係因為咖啡佢底部都有種好多綠原酸一種物質，好佢其實都係算一種多酚類，好，故所佢做啲講大講癌症、老講慢性病嘅一樣嘅發生率，好，嗰係講嘅像止痛嘅效果，其實市面當中都講嘅它強味嘅嗰種止痛藥，佢底部都含有咖啡因，對咖啡因嘅嗰種作用，都會做啲減輕呀頭痛呀的問題。也真嘅，有青島嘅人吼，喺講頭痛痛嘅時間，一些些頭痛其實要知道講，來一杯黑咖啡，黑咖啡，真的輕奇妙誒，喝咖啡之後，他就覺得應該頭痛就好誒。不過我記得有一擺嘅老人家，我下嘅阿婆就講，頭痛你喝咖啡就會好，騙人嘅。你嗰種時可能老一批嘅冇按流行喝咖啡，不過真嘅有相差嚇。抗氧化，抗氧化清楚嘅都像剛剛講到，咖啡底部都佢含有當種嘅嗰種嘅多酚類嘛，故所佢都具有抗氧化嘅嗰種功效。啊，強化就做當叫講大呀心臟血管嘅嗰種疾病嘅發生，好。講係像講調節血糖嘅話都強款，因為佢咖啡因底部都加講到綠原酸一樣物質吼，佢做啲講大講嘅葡萄糖嘅嗰種嘅吸收，吼，一般來講話都做調節血糖，吼，講像我都強款都做啲講大嘅慢性病也都有發生，吼，有種講嘅係幸福感吼，幸福感，我講生理慢咖啡都嚇心情嚇好吼，一般其實我係你家講到都係講。
刚才也讲到腺苷酸这个物质嘛，吼，佢无本意代谢过后吼，佢强化佢把大量多就会体内发，佢咩会去影响到讲嘅一种多巴胺呀物质，多巴胺样的物质我本意讲嘅激发嘅活性我下好噶哈，嘅人家都知道心情下好。给摸一下诶，他讲心情唔好嘅时节，有一些忧郁嘅时节，做的是甜点。甜嘅东西，係咪也強用嘅套利？冇強快，冇強快，冇強快。哦哈，不過是甜嘅東西，有時候也會心情較好。對，係。咁個其他代謝叫機制冇關係，有關係。咁個叫較複雜。哦，對，較複雜。我說其實大家要知道真奇怪吼，比如講，心胸水磨嘅時節，啉咖啡會提神。係講喝咖啡，我知道係按容易啉咖啡個。配一隻幾輪果甜嘅兩種東西夾下起來嘅時間，你就會知道哇，更有那種幸福嘅感覺。好，所以其實公司採訪喝咖啡可能有按樣嘅正面影響。好，咁個鄉親朋友吼，會總咧講啉咖啡有按樣嘅正面嘅影響是做得做得啉動到，其實佢可能有其他會注意嘅地方哦，乜嘅地方會注意，你聊下，等下就咧講。像前面咧講啉咖啡兩件事情哈，我們有講到青豆，其實喝咖啡有青豆好處，對不對？先撇開對身體嘅好處，一般人就會知道講哇，喝咖啡佢清香，有冇？會覺得哇有幸福嘅感覺。希望就是有一些像水某嘅時間，你喝咖啡會覺得哇清有精神。不過其實任何東西鐵道就做唔得，對不對？唔講佢有好處，佢當然也有壞處，做人講吼，嘅叫嚟看一下佢嘅負面影響。真主要都講，迄個食咧強度噶，啉咖啡啉咧強度噶，有很多啉強度，所以講，人家一日差不多量比超過2比賽，一比咧差不多240cc 量，當然量法差不多都係已經超過2比嘅量，差不多係300毫克嘅咖啡因嘅量誒，咁樣超，係迄個做超過樣量噶，因為咖啡因嘅攝取量都強多嘅，好，故所一般來講話，都唔所食強度吧，可能都會有像咖啡因中過敏。對，一般嚟講到咖啡因中毒，基本有用嘅情形，都會有神經它過敏啊，像焦慮啊，叫做睡唔著啊，叫做它容易發現嗰種心臟蹦蹦跳嗰種心悸嘅種感覺，係就係連鐵道嘅關係。因為有些人會講佢連個鐵道嘅咖啡嘅時嘅數據有冇？對，會準，對，會準。會準，按樣有可能就係咖啡因中毒嘅關係，衝到你真的。失眠、反差睡唔停，你可以想象。有些人你看，就像時常講，迄講你5點喝咖啡，你12點還睡唔停。不過迄講你喝太多嘅時間，你就真係會反超，還有消化性潰瘍。對，一般來講，話都係因為講嘅腸胃。佢會較刺激啊腸道黏膜，哈，嗰個刺激腸道黏膜，加嘅人就會胃酸會分泌得較多。嗰時候你都飲食咖啡過後，會之後胃做胃痛嘅種感覺。有誒，迄個有樣情形咧，反正講嘅佢有種嘅啉咖啡法，都建議食飽過後再啉咖啡，會較恰當。唔過一下有青島嘅人哦，尤其係上班嘅人，喺都市上班嘅人，佢會知道一早空起來，什麼都不要吃。先來一杯咖啡，有個感覺係清好嘅，有青島嘅人係按樣。不過真係就會看每一個人的體質。對，譬如你喝的時候，你知道心舒服，冇咩關係，冇咩關係，你就可能做啲按樣嘢。不過譬如你喝的時候，會知道你個胃有一些問題嘅時間，你可能會調整。咁摸一下，因為也有青島嘅人，佢會流行喝黑咖啡，也係講乜嘅單品咖啡，有冇？不過像按樣嘅消化性潰瘍嘅問題，它需不需要額外？加一些配種嘅東西，比如講牛奶，加牛奶會較好喎。其實冇乜影響，冇乜影響。加牛奶落去冇見嚟講，一定會保護到胃嘅部分。係，最主要係咧，當然要食飽過後，將飲咖啡，食飽過後好。好，最後一個有一個咖啡因戒斷症，哦，也真係要好好嚟講一下。一部分吼，其實到5年前吼，而家台灣咧講嘅特別留意一張歸納於講嘅藥物戒斷嘅其中一項嘅。好，最主要都因為一下現代人
啉咖啡量真係啉當多，鐵度，係，因為啉醬糖，唔睇下當日都啉當多，怕像家也講嘅，一日咧差唔多建議量係把差唔多係一日係點樣比嘛，啊，有啲人可能係講嘅做些嚇工作也就把上班也就愛有較好嘅叫精神嘛，佢可能要啉到4比5比，要個限啊度嘅量嗬，睇下當日都啉到按度嘅量㗎嚇，可能都會讓身體流到咖啡量都會有高度嘅叫嘅情形量，我係講叫誒，比如講食咧按度㗎，有人突然講唔想來嘅，佢叫嘅咖啡來解脫，叫嘅零食突然間來去停停，係冇法食得量減少當多嘅話，因為本身因為10連5比都係5比6比嘅嘢，就食到1比嘅話，跟人家有症狀都叫嘅咖啡因階段症候群都會開始出來，係佢可能會有頭腦痛，個思動上衰忙，精神都唔好，個係有心情都唔好，佢就會個流喺寒會影響肌肉酸痛嗰種症狀，有啲像人家嘅感冒嗰種症狀出來，係。也都係按照一般來講嘅咖啡因嘅階段。有看過冇？有看過按樣嘅臨床上有看過按樣嘅研究，比如講咖啡因階段即按嚴重嘅。對，有哦。因為一般來講係像上班族發現嘛，因為大部分堂都係講上班呢期時間咧，把佢週一到週五把佢啉下多嘅叫係咖啡嘛。啊，唔過等到兩日家下，因為佢大部分都休息，佢唔是食到按多咖啡嘛。故所其實量下少㗎，佢咖啡因階段叫症候群話，佢差唔多24小時內係冇食到一種量吧，佢都會開始出現嘅。大部分糖都頭腦痛。哦，係一般來講，頭腦痛嘅症狀。哇，大家要注意哦，係講你要仔細觀察，去觀察你身體嘅狀況有。比如講你每次都很奇怪，拜一到拜五嘅時間就知道身體冇乜問題，唔過拜六嘅時間，大家係病了嘅時間，你知道心強爽，唔過你就知道頭腦痛。對對，你就知道病了嘅時間心情會較好，有冇？應該是唔會頭腦痛，唔過你知道頭腦痛有可能。對，有可能都老人的食咧咖啡量有關，有可能。我依做係一種可能，講迄講你真有按樣嘅困擾，也係講乖乖的，要做得去到加醫科，也係講去找營養師來模擬下從狀況係咪按樣嘅。哇，這真個清嚴重，唔過講實在話嘅，因為係講1比到5比，1比做得5比到6比真勁鐵度嘅。唔過外地也還有輕度嘅人，就像時常講嘅，可能咖啡因中毒嘛，有輕度嘅。創作嘅人有冇？那意思講，因為佢有提神嘛，或是他就會好像有咖啡嘅陪伴，然後有時候也是一種心情的慰藉，有沒有？你是不是真嘅？你身體又有按樣嘅需求？冇聽錯哦，不過就會覺得，喝一杯咖啡可能那個感覺會不一樣。好，這是比較反面的、負面的影響。不過大家會注意哦。不過大家會悶啊，因為亞哈啉咖啡同以前啉咖啡冇同，因為公司採訪大家看一下，在都市地度咖啡店青島，很多。連鎖的咖啡店，唔過唔係連鎖，天天也有經過嘅青細件呢。對。然後好可愛，請等一下，要看起來很棒哦。裡面有青島某種嘅，大家講嘅單品的咖啡，對不對？你去喝單品咖啡嘅時間，哇！以前就零咖啡還唔係哦，你要生培、淺培呀，對，每個過程都冇用去烘豆子嘅過程，其實係挺講究的。因為你零咖啡就像你品酒咁樣，對，像按用你生培呀、淺培按用嘅咖啡豆，會有影響冇？你講咖啡因響，你不多咖啡因，冇有影響，冇影響，係。不過迄個冇有影響到嘅咖啡因，它係煮嘅時間，所以唔係去烘焙豆子。比如說你烘焙嘅豆子都可以用，因為現在喝咖啡真的好多豆子，有冇？對，先主要係煮嘅時間。我都講一個比喻好，一般來講，也加講到2比咖啡嘅話，差唔多咖啡因含量係300毫克嘛，係嘛？2比一般嚟講，係2比1比都差唔多240 cc 嘛，吼。迄個在今日變成意式濃縮咖啡㗎，恐怕300毫克咖啡因話幾乎有6比嘅量，吼。故說講嘅意式咖啡話，佢係用高壓。對，短時間的，然後你煮出來嘅，一口就喝完。對，佢喺短時間都煮出來嘅，故說煮嘅時間越久，佢咖啡因嘅含量都會越多，係有差別。越久咖啡因嘅含量越多。對。
真的太咖去啉咖啡，唔讲无想到亚点诶，因为你会喝现场讲的意式咖啡的时间，其实佢细细比，一口就喝完了，你就知道印尼都得喝20杯哦，因为细细比耶。因为这真正太咖唔可以讲，其实现场讲的1比240cc 也只是一个参考值，因为有一些你给咖啡很淡，对，有没有像美国人也喝个马克杯1比嘅咖啡，有时候很淡，不过有一些你就我就有发现，像日本你留黑个咖啡，你就吃到哇，好像很浓的感觉，所以像这些也会每一个量也会有影响。煮的时间，过系个量的时间，有当它，比如讲，像欧美国家加里都会咖啡机迄较咸，嘿，像以前啊，就去欧洲加像捷克，加种的加到黑色几日的个咖啡，我加咖啡都像伊就咖啡水一样的，真嘅。因为他们整天都在喝，对，所以按用饮其实就唔可以讲1比200cc，因为都唔会按用算的。不过所以基本日本台咖一个概念，听听，对不对？哈，市面上买到诶。市面上买得到的咖啡，不过太咖啡可以还有一种的讲法，就会咖啡因本身，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你们是这样啊，你还本你喝的是低咖啡因，嘿，对，有冇？有，市面上有人用低咖啡因哦，不过其实当多的像个连锁咖啡店，其实都有卖用，不过其实低咖啡因，人家都要想一下，其中嘛我做的。用一般的特做的做的变成低咖啡因，其亲最后都会用一种化学物质，老给咖啡因老给剔除掉。不过嘿，虽然讲糖起了同我看用豆子的话都可以较安全用，像人家孕妇也都是讲没多人讲有含脂咖啡因的讲的个摄取量嘛，跟人今面迄个讲迄怀孕的妈妈去使用的，其实。第一点话，虽然讲加咖啡因的摄取量是减少的，不过加讲的低咖啡因的加个咖啡豆会有化学药剂的残留问题，都会有安全上的疑虑啦，故说我还是无建议讲怀孕的妈妈也喺市面上讲太加去选用讲的低咖啡因的咖啡。所以故说其实唔系太加上嘅讲低咖啡因有唔好嘅影响，其实唔系，其实係因为可能嘅制作嘅高产程度，对。不确定哈，可能会有一些发酵的东西给残留的一种疑虑，因为有按有个疑虑，故说就鼓励讲，其实你就好好的一杯咖啡，然后你唔好想讲，低咖啡因基本有点6杯，按用就贴到诶，有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疑虑，从嘛哈，哇，所以好乡亲朋友，唔啲大家知道，哇，啉咖啡其实好冇暗道，还有嘛个聊下，你等下怎么讲？基本讲到啉咖啡哈，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过也破除了一些迷思哈。其实迷思还有轻度哦，我们一题一题来哈。我们先同大家的分享一下，其实喝咖啡还是要看个人的体质，对不对？咖啡因跟样用带给你某种用，我们这边是简单的帮大家做一个比较大的分类。好，等于轻优的题目会有了哈，这边是小分类，就大的分类同大家分用一下，所以5大谨慎饮用者。对，第一点都会叫肠胃不佳，都会胃肠完后，刚刚也要讲到的，迄个要肠胃溃疡啊，问题，肠道黏膜叫为刺激嘛，叫迄个本身都有胃溃疡，又怎个点个咖啡的话，佮佮又会刺激胃酸的分泌，又加重胃溃疡的问题哈。也总言都像刚刚讲到的，迄个真是爱啉咖啡法都会翻黑，这爆翻过张脸，有，刚刚有提醒大家，嘿。还有听一点都用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哦，心血管疾病的话，其实经过统计，然后讲研究，其实有发现讲，虽然啉咖啡发现啊，我有一些的果，啊，过其实对讲的心脏血管係冇乜問題，啊，過清楚又係含咧加咖啡油醇，一種東西，佢會增加講嘅膽固醇，血膽固醇偏高的問題。哦，血膽固醇，對，血膽固醇，清楚有幾名嘅，同一般太咖啡嘅膽固醇係相關嘅意思，對。真嘅，对，哦，氧化都会这样造成这样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哈，唔係生肉怎會按用嘅？唔係食皮嘅肉，哦，過量也袂有按用嘅哦。係要避免發可能都樣嘅煮加我有用嘅咖啡濾紙，嘅多留樣咖啡油醇，然後佢凍下落，都喊唔會攞佢飲落去。哦，這個。基本嘅睇下怎地吼，係生意嘅。係生意嘅話，當然都係講係除了咖啡
以外吼，都像人家的市面上都买到红茶、绿茶，还有奶茶，那个东西，嘿，一般来讲也较虽然轻普遍，可是我这种咖啡因的东西吼。啊，咖啡因的东西法一般来讲都讲加利尿嘛，利尿构成讲，跟牙讲的钙质也就代谢法我讲的速度影响，讲还有咖啡底部多的话，其含我有讲的草酸钙，吼，也就讲的结合，讲还有我结合到讲的牙的钙、老铁，佢都不利于讲的儿童也都有成长的过程。吼，还有结石嘅朋友也做唔得，西油脂嘅朋友也做唔得。结石的部分，它就像我刚刚讲的草酸老钙质这样的结合的问题。讲还听一点的讲，泌尿道一般来讲，泌尿道的个患者的话，其实有一个共同的样的个问题，都讲加灌水也都是动 cell， 错，哈，灌水是咧 cell 话，跟牙也都结晶的物质来带出去的话，都很难，很难。古种有水有里面 cell， 个还有咖啡又吃落去哇，有利尿，好，个都也都有问题，话都掺杂下去的话，有了营养。古说也表示嘛，嘅呢，你表示吼有青岛嘅年纪唔得唔好吃水，佢都唔吃水，佢都就想讲啊，俺又是咖啡，其实搞不好更严重。对，反正冇吃哈。哎呀，因为太咖啡吃到咖啡也系水啊，其实冇共用哦，而且係利尿有嘛吼，一邊有講到輕微嘅婦人家，係，輕微婦人家法對人講，因為佢咖啡因法佢會透過乳汁。我分泌出了本樣嘅深夜食道，可能深夜食容易癌，對，癌耐受性唔好，就是因為有咖啡因咯，跟佢可能都會較難帶啦，都會較唔好。故所以係大家會較謹慎來講嘅。唔過講到也係有個小迷思，冇影響，因為剛剛講到草酸鈣啊、結石，唔過大家會講到難為咋，就是喝咖啡吸到嘅時間會骨質疏鬆。對，骨質疏鬆吼，其實人家就做的用技巧這樣嘅層面來討論一個問題吼。第一點我剛剛講到嘅，咖啡因利尿，佢古所謂老講嘅大量嘅水分、然後鈣質帶出去，佢冇辦法本人的腎臟做個再吸收一樣的鈣質，好。給幾多促成講，人家就腸道裡面去吸收一路講嘅鈣質。咁個年紀喺咧講越來越大過後，佢講嘅腸道嘅再吸收鈣質嘅能力會越來越差。好，咁當我哋就講下係講到講嘅像草酸鈣，好，像嘅草酸一度老講嘅。鈣質也就結合，還有單寧酸也就會老講嘅鈣質結合。啊，用多講大也就腸道底部度鈣質嘅個吸收率。還有第三點咧，都會也就會其實鈣質嘅講嘅國人嘅鈣質嘅攝取量冇按足，本來就唔按足。因為2013年到2016年咧，人家就有做國民營養調查，人家就牛奶咧講嘅攝取量係冇足嘅，係，故說人家就本身食咧又冇咯，真係。都有依個感覺，都有大依個感覺，我知道因為我有啉咖啡嘅習慣，我又知道，哎呀。那可能有骨質疏鬆、營養狀嘅問題，時常講以後你就知道心鹹鹹嘅感覺。幾多牛奶啊，對啊，像五倍啊，我還有去曬日頭運動。啊，曬日頭真重要。古時也係傳統年紀，譬如食乜嘅魚油啊、地山啊、曬日頭啊，然後就會知道，哎，尤其係細妹人，可以講你有懷孕生小孩呀，很容易然後鈣質的流失要特別注意。可以講你有硬喝6杯，那你的問題就會輕嚴重哦。古時大家就會問那個倒帶眼去釀誒。我要怎麼喝尿淋？哎，這個就有，這個是通則，也唔對，不是說每一個人都聽錯要按用你。對，錯嘛哈。一般來講哈，雖然講佢講10點以前講嘅，有些人3點冇啉咖啡哈，其實佢還係有一個講嘅原因嘅存在哈，因為人家係太早講嘅。清醒剛好，係因為體內有隻皮質醇也就分泌出來，跟人家的話其實都也。叫我身體都慢慢甦醒，佢是有這樣的精神。嘿，迄個人家有講到，一太重啊，迄個一厘米比較比法。我身體機會過後，很多知道都會人講，俺冇需要製造咁多皮質醇，嘿，唔需要做製造咁多叫我皮質醇，加唔過叫我只係用迄個冇啉咖啡法，然後皮質醇分泌唔出來，唔都我知道動開。嘿，對，故所我建議吼，迄個。這問題我啉咖啡嘅時間差唔多都係9點到10點，做嘛呢？因為就叫我紅茶差唔多3點
3点钟到4点钟，都係皮質醇嘅較旺盛嘅時間，差唔多嘅4小時咁，可以叫我慢慢講大。有些你嘅睡夢睡到9點，才空床嘅人很剛好，有冇？做空床嘅人做唔得。往後數3個小時，往後數3個小時。那當然一邊講到喝咖啡要上線，當然就會做唔得零鐵多。對。還有現在會議後才喝咖啡。一般來講都係食完咖啡差唔多20到30分鐘，佢會開始講嘅有講嘅產生作用嘛，像剛剛講提升也都有作用。吼，講嘅迄個咖啡加又動又精神，講嘅動講嘅專心嘅話，佢都係建議一進入講嘅會議室都做得啉到咖啡。6點嘅可以1點半夾喝咖啡，有冇？6點嘅時間剛好可以很有精神嘅時間。睇咖啡知道喝咖啡睡眠做得好過還過好。嘿，因為吼，一般嚟講，剛剛講嘅講嘅睡午覺嘅話，吼，其實也大家都提倡睡午覺嘅話，冇超過半點鐘。嘿，因為半點鐘方都影響到人暗晡頭睡眠嘅嗰種進程。好，也已經有確定嘅講嘅研究出來。有就會下咗度中嘅睡鐵包，睡鐵包嘅時間暗晡又會睡唔起，就會按用嘅意思。已經有講嘅當正確嘅嗰度研究出來了哈。咁所以一般來講，反正建議講，喺樣睡目前呢，講嘅午覺加以前臨咪比講咖啡發差唔多半點鐘嘛，佢就會產生樣嘅作用嘅時候，多多好放鬆，更多效果還啦。真勁哈，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小迷思啊。咖啡做我聽說做得增加創意哈，其實根本同大家來講，就會因為有咖啡因嘛，啊增加耐力啊，黑咖啡有助於健康。這個其實有一些是小迷思的底好，就是真的要看每個人的體質。對，因為就如說黑咖啡有助於健康，冇錯，有按用嘅文獻報道，唔過有正面嘅應用，唔過有可能也有負面。你說有助於健康，我一天喝6杯，就像時常講嘅就鐵豆誒，你說增加耐力這個就是有提神的感覺嘛，睇咖啡知道，因為我提神，故說我嘅耐力就增加，所以還是就是正反兩面。那睇咖覺得那到底是這樣，那還有什麼要注意嘅時間？我們就想說，那喝咖啡我們要怎麼來選擇？一般來講，咖啡豆吼，講嘅迄樣有市面上有分講嘅也幾種嘅嘛，吼，咖啡豆嘅話幾種專門講嘅，當然家嘅風味啊都會做得保留清好嘅啦，吼，講嘅因為是我以前當我來研磨嘛，都開始講嘅較淺較淺嘛，啊咖啡粉都像家講到保存嘅問題嘛，講係有嗰度嘅風味啊的話，可能會變下唔好，吼，第三邊個濾掛式嘅咖啡都它是它講嘅較方便，它是它冇嗰度嘅器具而做嘅嘢，係講嘅都點樣嘅咖啡吧，我較講嘅較方便啦。啊，再來話都係精品咖啡，精品咖啡應該也係市面上當講嘅豐盛型嘅一種嘅咖啡吧，哈。其實最後都因為講嘅咖啡嘅培植嘅過程，都係要先講嘅從講嘅農民嘅地位，關係到豆商，好嘅烘焙講嘅烘焙師，好關係要嘅煮嘅方法都要當講究，好，故所給它煮出來嘅品質都會較好，好，關係有3合1咖啡，和3合1咖啡有可能太簡單，它底嘅很方便嘅推嘅，有冇？你推嘅打開，倒到熱水，滾水按鈕就做得咧，哈。不過愛吃到愛嘅營養係按用嘅，愛吃到時常小幾都按到無強嘅咖啡，愛吃到新鮮很重要，對不對？因為你上課啊，不論很用嘅東西，你變到冰箱也好，有吃到因為吃到愛白冰箱就冇問題，其實佢會受潮。比如受潮，而且睇咖啡講咖啡佢嘅體味嘛，你不用叫會有黃曲毒素，而且對身體也唔好哈。不過今日特別邀請到現場嚟到亞片同大家嚟分享，就會其實飲咖啡當然有好處，唔過也有壞處哈。大家真係要去搞注意，看自己的體質，然後選擇新鮮的豆子來飲，就會按樣飲哈。不過今日真係請今日現場嚟到亞片，哇，有時間嘅時直接嚟講無強嘅東西，好，按姿勢，希望鄉親朋友看，你今日也是想不動到，大家咧係做埋做認同了。